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台湾骑机车出车祸死伤的人数，今年高达30万人。为着要来降低这个跳速率，上近今年的9月，在考机车的驾照进前，必须都要先做危险减低的测验，做完测验才会当来考驾照。这个危险减低的测验，就是以道路顶实际状况来做即时的反应。另外，为着要鼓励民众上机车的驾训班，交通部嘛有补助，即摆开始到11月去上驾训班者，一个人补助1000块。囡仔足球冲出来，桥倒摆人若无细字就弄地湾。经过路口救护车弄红灯，虽然讲乌倒摆是青灯会使直行，不过嘛爱让伊，这是公路总局设计危险减低实景的测验。影片以桥倒摆人为第一时间测验的人，爱即时二键盘。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吧，实际上会冲出来的东西有大有小吧。你这个就比较会提醒驾驶人啊。那上网络对赛测验总共有20几个影片。这个目前我们都还是一个推广期，不管现在就纳入我们那个发照前的讲习哈，或者是9月份那个预约考照一定要先测验哈，这个成绩哈对错都不会纳入我们就机车考照的一个成绩。除了测验以外，到机车驾训班上3堂课，考掉驾照就使得到1000块补助，鼓励考生学要安怎安全骑奥多摆。